台南市關廟一間汽車材料工廠半暝啊熊熊火燒，消防局接到報案，出動40多台車上100人去搶救。這火勢已經傳到隔壁食品廠甲辦公大樓。加在這場火災是無造成人員傷亡。不過，這場火災攏總燒6點鐘才拍掛。環保局講，若准調查了後，發現有違法，對按照空氣污染控制法相關罰500萬。規片紅火烏煙燒甲有夠旺，警消告場已經燒甲無法度收煞。拍火過程，閣不時有物件落落來的聲音。3棟廠房是連做火，呈現直角形的，互消防人員真歹抓水，出動破壞機具，甲鐵門鋸開。這就發生在台南關廟的一間汽車材料工廠，警消出動40多台車，上100人來搶救。因為這棟聯動的鐵皮工廠對汽車材料的工廠開始燒，一個就拖到邊啊，甚至連隔壁食品廠和辦公大樓嘛燒。就汽車的車燈的零件啊，成品跟那個零件，對啊。因為汽車材料廠房內哪像有大量的車燈、葉片筍，甲真濟真緊導火原料，火燒甲真大，炭真緊。加在火災無傳出有人傷亡、掉淚的消息。只是講這個工廠無防火巷，加上附近防火水無濟，所以有影歹拍火。透早消防局嘛派動機具在現場處理火油瓦。那環保局第一時間嘛到場收集證據，別做空氣品質監測。最大的缺點就是它完全沒有地防火巷吼，所以沒有辦法去做一個阻隔啊。後續呢，依蒐證情形跟後續的火災調查報告，如果認定有違規屬實者，將依違反空污法32條規定，最高可處500萬元以下罰款。這場火災燒將近6點鐘才控制落來。事實上，5年前這個所在嘛發生過火災，這擺初估燒的面積3000平方公尺，詳細導火原因，閣愛進一步釐清。記者蘇在南採訪報道。